门诺基金会在这个花莲、台东，从事这个长照，我们做了22年的这个工作了。有时候往往一个个案，你就要来回跑1-2个钟头，因为在花莲、台东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啊。这个车子对我们来讲，好像是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礼物，所以感恩会的各位贵宾好像是天使一样。来看到我们这个需要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服务的工具。那我们赶会成立以来第一个的决定，也是最大一批的决定，就是建立这个补偿法。那我们也很谢谢美诺把我们的这个爱心传播到台东。